各位聽眾大家好，今日呢條片我哋唔講表面票房，唔講單純好壞，我哋講一個全網極少人發現，但完全可以串起星爺近8年所有行為嘅深層內幕。周星馳最新電影《功夫女足》開畫首日票房直破2億，數據極之強勢，證明星爺 IP 仍然係華語影壇頂級流量。但口碑極端兩極，普通觀眾覺得好笑、熱血，適合全家觀看；資深影迷就覺得套路、炒冷飯、特效普通，唔似巔峰星爺水平。大部分影評只停留在戲內分析。但今日我哋向前一步，《功夫女足》根本唔係單純續作，呢部戲係周星馳被卡住8年之後一場最溫和、最克制，亦最深刻嘅無聲抗議。要看懂呢部戲，首先要拆解一個困擾娛樂圈多年嘅懸案，就係《美人如意》。好多人唔知《美人如意》2018年已經全片殺青，足足拍完8年，幾億製作成本，完整後期，原定2020年春節檔上映，目標40億票房。但係8年過去，零定檔、零消息、零公開，坊間表面理由2大主演塌房，需要刪戲、補拍、換角，但行內真實情況更加深層。第一，《美人魚》2原版劇情格局極大，諷刺極強，黑暗度極高，涉及資本貪婪、環境破壞、人性虛偽、豪門操控社會，題材鋒利，批判直接，黑色幽默濃厚。第二，後續演員出事只係表面藉口，真正核心原因係整套劇情過唔到內地電檢新標準。由2019年開始，內地影審尺度大幅收緊，黑暗結局、人性批判、資本諷刺、灰色語言題材全面收窄。周星馳一向嘅電影核心就係小人物反擊權貴，草根對抗資本，荒誕揭露現實。而《美人如意》係星爺後期最敢拍、最鋒利、最黑暗嘅一部作品。亦正因為太真實、太諷刺、太敢講，直接被長期雪藏。就算後來換角、補拍、改劇情，成個故事嘅內核已經同審查體系完全對立，導致結果就係8年心血、幾億投資，全套特效直接變成廢片，永久無法公映。呢件事直接改變咗周星馳後期所有創作邏輯。由2018年之後，星爺徹底消失高尺度、深諷刺、黑暗寓言式創作。你可以話佢妥協，亦可以話佢用另一種方式沉默反抗。而功夫女足就係呢個時間節點下嘅產物。我哋今日大膽但完全合乎邏輯地拆解功夫女足，係周星馳面對審查困境、大作被封殺之後最聰明嘅一次迂回反擊。第一層心態，無法播出鋒利大作，只能拍絕對安全題材。美人如意被封殺，讓星爺徹底明白，而家嘅電影環境已經唔容許佢拍黑暗、諷刺、批判性故事。只要劇情稍微有深度、有控訴、有諷刺，就無法過審。所以佢索性反向操作，拍最安全、最正向、最熱血、最符合主流價值嘅題材。女足、追夢、草根、努力、團結、逆襲，零敏感、零批判、零黑暗、零灰色地帶，劇情簡單，價值正向，畫面熱血，100%過審，100%能上映，100%能夠同觀眾見面。呢唔係退步，係星爺被逼收劍，係頂級創作者被環境壓縮之後嘅自我保護。第二層深層心態，保留小人物、逆襲、核心、暗藏不變嘅創作靈魂。你睇表面，功夫女足係重複少林足球，但骨子裏
星爺只係換層外衣，佢依舊只拍自己最中意嘅主題，弱勢群體被壓迫、被忽視、被睇小，最後靠自己逆襲。只不過以前佢用荒誕、黑色、辛辣、諷刺嘅方式表達，而家環境唔俾，佢就改用溫柔、正向、熱血、勵志嘅方式繼續講。劇情變簡單，但內核從來冇變。呢個就係無聲抗議。你封我黑暗預言，我就用光明故事繼續講我嘅人生道理。你刪我鋒利對白，我就用草根熱血繼續傳遞我的價值。第三層，隱藏佈局，保住電影席位，保住市場存在感，保住自己 IP 不死。如果星爺繼續拍高深度大作，只會不斷被卡、被說無法上映。8年美人魚二雪藏已經令佢消失觀眾視線太耐。如果再繼續積壓作品，大眾會慢慢忘記周星馳。所以功夫女足嘅任務好明確，不求封神，不求突破，只求成功上映、成功曝光、成功維持星爺招牌熱度，用最安全嘅商業模式保住自己創作舞台。只有作品能夠上映，先有未來。如果全部深層作品被封殺，導演等同半退休。第四層最扎心嘅推論，口碑兩極，其實係星爺故意嘅取捨。資深影迷覺得套路平淡無驚喜，其實星爺一早預計到，因為深度、諷刺、黑色幽默、隱喻位，全部要刪、要收、要簡化。一旦加入以往巔峰星爺式辛辣細節，隨時又觸發審查紅線，所以佢刻意將劇情平面化，刻意將衝突簡單化，刻意將結局正能量化。呢部戲嘅不足，其實係佢換取成功上映嘅代價。你見到嘅短板，其實係佢俾現實環境嘅讓步。第五層最高層次解讀星爺晚年嘅溫柔反抗。頂級藝人嘅反抗，從來唔係大吵大鬧，真正嘅反抗係你封我大作，我唔發聲，唔抱怨，唔炒新聞，唔訴苦，但我持續拍片，持續創作，持續將我的內核換方式傳遞落去。美人魚二被鎖8年，係星爺創作生涯最大嘅打擊，但佢冇消失，佢轉換賽道，由黑暗預言轉為溫暖勵志，由辛辣諷刺轉為草根熱血。看似妥協，其實從未投降。最後我哋總結一句最真實嘅真相：功夫女足之所以口碑兩極，唔係星爺功力退步，係巔峰周星馳而家已經唔俾出現喺大銀幕，大家睇到嘅係溫和、收斂、安全嘅星爺。而真正鋒利、黑暗、充滿看透世事、諷刺嘅頂級星爺，其實一直收埋喺美人魚二入面，被封存8年，無法面世。呢部功夫女足係佢俾市場嘅交代，亦都係佢俾現實最溫柔、最從容、最無聲嘅一次抗議。未來如果審查尺度放鬆，美人魚二先係真正嘅星爺巔峰回歸。而家呢部戲係佢留住觀眾、留住舞台、留住創作權嘅過渡之作。看懂呢一點，你先真正看懂60歲周星馳最無奈亦最可敬嘅晚年堅持。